是咱花华永乐会来举办茉莉花艺术季。咱拢知80%的茉莉花来自于花华，花华会使讲是茉莉花的一个故乡。那特别是伫咱少年部总干事的一个带领之下，伊甲咱闲置的这个谷仓变成一个梦想馆。那透过茉莉花，伊甲伊开发做真济的这个产品，包括有文创，包括结合了地方的点心面，做成轻旅行、小旅行，会使讲对咱地方这个付出贡献非常的多。那今年呢，特别搁加上咱的这个工作一起来协力。包括做了真济的美食推广，以及呢，咱的这个农特产品的行销，会使讲哦，人山人海，那比较欢迎咱的乡亲也北斗镇农会张慧莲张总干事来跟他挥手，还有我们的长春村村长林松贵村长，谢谢您。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大家做会来。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到。谢谢我们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庆农会总干事廖俊贤廖总干事来帮我们说几句话，热烈掌声欢迎廖总干事。运用谢谢。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车牌2518，请帮我们移动您的车子。2518，请移动您的车子。好，谢谢。好，文雅村村长陈徐秋月村长。